2024年总统、副总统登记参选到今为止，也若有独立参选总统资格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伫下晡发出声明宣布被退选。不过，伊也呼吁讲，着爱政党轮替改变台湾。郭文哲随甲老话讲，感谢过党，阮一定会赢。啊，若讲到本地要做副手的赖培霞，进前有放弃美国籍，敢会重新来申请加入的？发言人是讲暂时无拍算。以超过90万份合格人数数，摕到独立参选总统资格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伫参选登记到期即一天下晡2点，发声明宣布退选，讲人退志未退，呼吁要完成政权轮替，改变台湾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随甲老话，讲感谢过党，咱一定会赢。郭台铭嘛随甲持赞，其实因两个人早起嘛捌见面过。郭文哲的车驶入去郭台铭因兜，点47分钟。郭台铭的副手赖培霞嘛出现，希望伫登记进前讨论郭文哲副手的人选，也有郭台铭的后一步。伫郭文哲离开了后，郭台铭甲幕僚密集开会，一直到最后才选择成全。因赖培霞伫人面册发文感谢支持者，讲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决定，不过是即马上好的决定。因外界关注赖培霞为着要参选，放弃美国国籍，敢是会重新申请。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代替伊回应讲，并无相关的规划。我是主角之一，就我变成升格为见证者，我觉得朱主任很难接受。我看到无言的结局，不是 happy ending， 因为这是中华民国的命运吧。我很希望中华民国明天的太阳依旧从东边升起。谢谢各位。这一天南北电影的会谈，侯友宜公开郭文哲的简讯内底讲，过党会需要找一个理由来退选，互现场的气氛是真严肃。因郭台铭对整合破局是感觉真遗憾，从基本伊日头要是为当兵出来做结论，嘛等于是第2届投入参选总统的9个月结束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